另外，李文俊積極推動深化區小型的工業化工業區開發，以指出該區地理位置完善，交通利便，具備企業進駐等高發展的潛力。加上1980年曾經規劃20公頃的工業區用地，不過卻無整體開發，相當可惜。所以在8歲之前，伊再次在總集村提電份來爭取開發，以應應產業用地需求。這塊工業巴拄啊，佇西拉雅大道的北平面，所以是講，這個地理環境真正有夠好的，閣來就是講內底有一個20幾公頃的迄個講這個工業區，這個工業區是從民國70幾年編列的，不過這個工業區從迄陣攏咱政府攏無開發。到今攏還未開發，所以我是講，咱都來借這個機會，包括這個攏總有頭60幾公頃，包括這個21公頃，都頭將近90公頃的這塊地吼，來甲做一個整體規劃，來甲做工業區地。我們馬上在去年的6月的時候就啟動一些會議，包含咱們做土地迄個地主的一個那個釋出。土地的那個意願，還有一個就是產業用地的調查。基本上今年初那個醫生編料都已經正式啟動了，我們已經開始在做了。我議員部，我這會加速啦。好啊。雖然我做半年底，但是這個開工課哈，愈早做愈好啊。另外，議員嘛針對安定區所處甲蘇林能力、安定甲安家能力的聯合活動中心等社區基層的服務需求來請命，希望善用南科特定區的用地。對此，市長嘛回應，在1個月內先確定用地，看是要專案變更，也是通盤檢討來進一步規劃。台南新聞，軍籍林英光採訪報道。